世界化天然丰沛，外显贴片姿态优雅，也就是推翻人生中嘅推翻自入烂。全世界自入烂中20當中，推翻自入爛主要分布地1500到2500公尺嘅中國海拔山區，北對土壤插天山，南到屏東太湖山都看得到佢嘅蹤影。了自入爛啊吼，佢上色白紅，而去採而雕塑，而雕塑。很辛苦。係啊，而雕塑。咁多危險。係危險麼？推翻自入爛太弱地100年前被人發現，就會記自入自化嘅特性，所以按到自入爛。從頭為到蘇納新嘅辦公手表出現，就起後是移動就嘅猛然提起。啲農民啊，去上採藥嘅採藥草，佢就採下來，日本就看到嘅，哎呦，你按這樣嚟發咯，又唔是看過。至山當吼，佢完全冇識到嚟，佢是水草田田，靠水草，佢是就是吧，植物水，嘅露水，佢就得上嚟啦。伊個蘭吼，佢一天生來發，到了發開出來以後吼，差不多有可以2個禮拜的期限。到一發開出來以後哈，葉要長開始長出來，生長一直到每年的差不多9月噶哈。一開始就有落葉嘞，到一開始落葉噶哈，雞蛋本身加上母球，就提供它養分咩？提供它養分以後，葉本身一這個形光合作用以後啊，慢慢呢一下邊葉球就形成一個腫球。原來這腫球哈，它就萎縮，做嘛會萎縮？因為要提供它養分啊、水分。美國認為外國人動好自入爛，當然微小了熱亂熱到，熱身圈落美國認為本人幫他聽到，強就被切中。要輕輕的，日本啊吼，去做那農民主文嘞，主文，嗰種事實忙就簽約啦，沒有簽約講。會幾多啦？吼，就嗰農民就講，你採幾多就給我數幾多啦。了解下不然是保育啦，保育，了解是有培養啊，吼，是做得賣，後了下講上行採就採唔得嘞啦。以前最好時節一年是每手35萬球。我就出去球嘅，從冇辦法飛數，因為隻球嘅我開發3年，然後到太球嘅5年。我講，而你目前量見少，去年呢，我要向農委會、農糧署呢，撞到爭取到一道經費嗬，來改善嘅生產基地。台灣自入爛因為數量減少，一下子做保住類缺乏。不過，南中農會一下子去進行人工栽培，咪變做台灣自入爛出口嘅最大產地。農委會呢，為咗保護原生種嘅自入爛呢，所以講其實2年時間，就合併本南中農會來栽培人工栽培，然後可以輸出呢，也係以南中農會開出嘅生產證明，才可以輸出本外國。我講喺74年呢。我就開始我係做日本、美國、紐西蘭呢度嗬。種花生。種花生。種花生一樣啊，人工做的啊。現在花生是用機器的。花生也是這樣一幅一幅的。你下人工啊，你本來是壓上來啊，本來壓上來佢下唔會講感染乜嘅平啊嗬，你人工係是下多平啊，唔過嗬，佢哋要海拔嗬1500以上啦，嗬，你下來到了會嗬養900天嗬，下勉強啦，所以嗬很難顧。傳統種嘅方式對點睛到開發為4到5年嘅時間。還那配種嘅頭太細冇球種，數量有限，所以苗栗農改處就特別針對自入爛進行組織配種研究，透過實驗室冇菌點睛嘅方式來栽培。我們這個做健康種苗呢，是在
当年呢9月、10月，甲播种，底下看到就在秋年10月甲播种啊，今年3月以后哈，因出来，等伊结出来，一头结出来，变到遐，你看目前睇看到的红的，哈，变到红的都以后哈，到9月、10月甲哈，基础会落叶以后呢，俺就说变到变相于冷藏，一直到隔年的3月以后哈，俺就从拿出来以后说，拿到山人去种。除咗細細嘅強點，就係日頭日入欄，不過配種到安樣嘅長途，提早出嚟8年，真嘅唔係咁簡單嘅事情。一個國家的做法哈，可以做到3萬 Q 到5萬 Q 嘅數量，不過做出來唔係講10 Q 就會成功。你做出來嘅樹以後哈，永遠都會山人去馴化，因為啲啲室內地圖哈，要溫度濕度完全已經控制好，所以說在這裡的生活條件哈當好，生長環境當好。如果你到山檔以後哈，山檔嘅溫濕度啦哈，早晚溫差很大，佢還是要適應山檔嘅環境，比較不容易。天然落以後到9年種嘅，就成活率差不多有85%到90%有咧。南中鄉底下日入欄嘅栽培面積大咗2公頃，咪係全台灣唯一兩山日入欄嘅蔬菜。因為微小嘅種 Q 冇辦法回收，微小量對先前最旺時期嘅35萬 Q 到2下市中7萬 Q， 5股跌到2股。日照頭微小嘅價是大約23到25元，等組織配種技術慢慢的人類入好過後，日入欄為高轉到頭擺好公斤，應該係有希望嘅。農民未做得增加，可能都會輸熱。